看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人黄国昌替民众党募款，伫直播的时阵，号召民众小额来捐款，敢若一暗就捐入来1400万。但是因为民众党的捐款的专户有设定上限，所以成功捐款的金额是506万，另外还有300多万是改捐到郭文泰的竞选专户。也就是讲，黄国昌昨直播号召募款，民众党2个专户总共是收到800多万。黄国昌讲，募款这么顺利，伊嘛真意外。伊讲，伊相信民众党一定会当完成政党轮替、联合政府、甲立法院3党无过半的目标。今天晚上正式启动的500计划，就是我要号召最少1万个人，一个人捐500块。伫直播中，招网友一个人500块，替民众党目标是募500万。伫本区立委提名人黄国昌加持之下，这个计划一暝尔都有1400万的捐款入来。那昨天晚上的结果真的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透过这样子的小额捐款积沙成塔，它所展现的是我们挥别过去的金权政治。立法院的践行不是话假，伫立法院举行记者会，黄国昌伊嘛承认讲，支持者的反应超过伊的料想。到底黄国昌伊的人气有偌强？为迄一天线顶直播数来看，当时的线顶人数有14000人，点的人数差不多有96万人。不过呢，因为捐款的专户有设上限，民众党呼吁支持者该捐户郭文泰的竞选专户，甲算算的嘛超过300万。要募款还是小额捐款？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为了这场总统大选，我们都还没有去办什么募款餐会的，都还没有。最近呢，我们应该要开始去举办一些募款的专案。有粮草才会当修建，为了对抗哪里的劫杀，民众党嘛准备好选举策略，拍什么全民公力赢偌清德，营造本身是知影上强的强主。对国民党是用分裂投票的策略，要么最近部分的民调，这个郭英配已经是后空配。昨天也有民调数字是柯文哲是稳占第一的，所以我想选战还有40多天。那么主席也说，台湾是一个惊奇之岛，接下来的46天，我们会创造历史给大家看。对抗南洋操作起步，伫南北合作破局了后，民众党调整选战的节奏，整队了后重新出发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